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6，诗篇119篇107到108节，安尼讲：我受苦到极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，予我活。耶和华，求你监察我的嘴，所欢喜献的恶乐，佮将你的判词教示我。三甲来祈祷，将你的判词教示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远袂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！你照时出日落雨伫地上，你予万物按时来成长。你予土地出美粮来供应阮，主啊！每一天，阮拢是伫你的恩典中来经过，阮的生命拢是因为你的话来得到丰盛。主啊！阮要亲像献上阮的恶乐甲感谢。主啊！阮一生的年日，真是济济的艰苦，阮受苦到极，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话，予阮活。耶和华，求你监察阮的嘴，所欢喜献的恶乐，佮将你的判词教示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